春啊，台中新港的丰州国小18年的校庆热烈滚滚，校友会嘛打造一座凉亭啊，号名号做丰州亭，伫个校庆即天正式来启用。 囡仔欢喜会手进场，展现十足元气。新港丰州国小今年是创校100周年，即天举办校庆大会，学校嘛特别邀请真侪位出题校友，同齐等来到母校庆祝。我们今天呢，在这边庆祝丰州100年，在学校我们大家有一个约定哦，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快乐学习成长。 校友嘛特别为着100周年校庆，打造一座凉亭，号名做丰州亭，要来观赏给学校使用。 由我们的校友跟家长会跟地方士绅所共同的一个送给母校的一个纪念亭。校嘛讲，这100年校庆活动为10月份就开始咧办，那和在地社区做结合，嘛伫咧学校内底举办艺文展览和演出，和学生啊留下美丽回忆。